3月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交通事故受害者纪念日，有落款团体发起活动哀悼交通事故的伤亡者，嘛希望大家都要重视交通的问题，唔通让悲剧搁再发生。无论是政府部门，又或者是在立法院里面的朝野各党，我们希望你们真正能够意识到，这真的是一个一个家庭的悲剧，一条一条人命的逝去。可不可以请你们放下过去对情感的仇恨，对于政治的攻防，而能够携手合作，推动一些真正福国利民、改善社会安全、改善交通的事情。3月早起，又搁发生公车事故伤亡的意外，路权团体表示，台湾各地拢有发生类似的事件，这嘛显示偏监的制度有真大的问题，业者退场，也搁有监管的机制嘛要加强。目前大客车考驾照的训练甲方式，并无符合实际上车路的情形，所以才会抵制营运的风险。而且这司机的薪水若低，就干来当扣奖金，变做恶性循环。呼吁政府都要全面检讨交通标志、飘线的规范，而且各县市拢要一致。嘛重视危险驾驶造成的社会成本，亲像无照驾驶、食酒塞车的管理，也有驾照换发的制度等等的现象。